想過澳門揾工，咁今日就同大家分享澳門緊缺勞工嘅8大行業啦。特別係最後一個行業門檻超低，大家俾個 like， 再慢慢睇下有冇啱自己嘅。咁第一，餐飲類，服務員、收銀員、水吧、雜工、洗碗工、炒鑊師傅、點心師傅、燒臘師傅。第二，酒店類，前台接待、行李箱、客房服務員。第三，物流配送類，跟車送貨、外賣員、倉管員。第四，技術類，泥水工、水電工、家電安裝、室內裝修、汽修、廣告設計。第五，文職類，文員、採購、跟單、出納、會計、審計、秘書助理、策劃、運營、設計。第六，零售銷售，商場銷售、門店銷售、品牌銷售，有電器、服裝各個品牌嘅銷售員、營業員、業務員、店長。第七，美容行業，美容師、美甲師、髮型師、美容顧問、寵物美容師。第八，物業安保類，保安同物業管理，只要身高1.72米以上，識粵語或者係有退伍軍人證，40歲以下都有機會喺澳門從事安保行業㗎。咁想過澳門長期穩定發展，快啲喺評論區話俾我知你之前係從事咩行業嘅。